一名男子佇路口斑馬線向舉刀仔攻擊正佇咧過馬路的路人，監視器甲行車記錄器畫面全攏翕落來，嫌犯一路揮着刀仔，甚至落去派出所門口，最後互警方當場制服。當時就一如前往的，就直接往前抓住對方，然後使出那個大外割的方式，把對方壓制在地面上，然後後續就同仁都陸續上來把對方壓制。他又衝過來，就是我本來以為我是被打的，所以我後來就走過馬路，我回頭看，好像那一個人又回去攻擊那位先生，然後警察就衝過來。這起攻擊事件就發生在禮拜二暗時8點外，包括着29歲單性嫌犯在內，造成2名查甫、1名查某受傷。台南市長黃偉綽佇第一時間親自到病院慰問傷者，4號嘛前往市警局第6分局頒發獎金，表揚員警佇案發時陣馬上壓制嫌犯，阻止危害擴大的英勇作為。對於這個行兇者他的一個這樣的做法，真的感覺到非常遺憾啊！無論是什麼原因，用這個兇器來當街行兇，這就是無法讓人家接受。因此，也希望說，這個司法機關、警察機關加速偵辦，相關的事證明確的影像來做相關的證據。那另外，我們也通過派出所去做相關附近的查訪。那並勸之後再本日呢移送給台南地檢署。警方以傷害罪嫌甲單性嫌犯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不過警方表示，嫌犯無明確講出為什麼會行兇，目前只有作案用的20公分刀仔。2名傷者目前攏還佫佇咧病院接受治療，市府會提供相關慰問金甲法律諮詢等協助。台南新聞社蔡宏報道。